会做间日路做，我贵路。安尼就迄一日尔，达人真正欢喜，唔捌看到安尼款的，达人会晓跪落。所以就迄一日，达人若是讲话到佛，会晓跪落，会晓行礼貌了。特别后底一个就做了行动啦，落雨，这落雨了，请久我捌讲一个1000斤啊，伊落的雨真正来咯，也有淡薄红色。咱真正大雨，咱那咧一雨落了太来咯，有的人讲。若是互我担薄不要紧，伊若爱担，伊压着担；伊若是歹担，真正落大雨，特别咧人大啲下底无担，打上，了有咧人若爱压添啊，规上久压添。后来本地人看安怎咧来咯，是像我人的暑假，出交的点声只，伊只讲啊。这个不是头一道落安尼款的雨，伊讲前较久本是捌落安尼款的雨，对我的亲情，咱佛教的点声，伊讲你知第四落无？咱伊才讲这条经叫做1000经，你人若是看咧，人替我滴有5地这1000经，喂，伊出世做维山达拉王，咱你看伊大量就是波斯。波斯甲买来着，一个国家的一个宝的枪，伊金器甲了咧宝枪，穿的是水10米链的物件，咱人来甲伊讨这个物件，你敢开喙讨虾米？伊敢互你人开喙讲，下无隔壁国，伊通着这轻哼，王的王，若是下落这个枪甲伊宝互我人，这来讲好，你摕了会记无了，这国家拢总讲，哎哟，我人的王啊，真正自卑啦！特别你看这个宝贝水10米链啊，人开喙呐，伊讲摕了买来，伊就赶出境了，才去印度大山。你知啊？伊对伊去的时啊，不叫的时你看，伊宝要对伊去，要靠开叫宝卖去，特别宝强去，咱你看。比较点声，你看红某伫讲话，伊做某伊安怎靠看的大部人，伊讲我教的你的是真正快乐，今日你失败，我做某不应该带你出来，我就要对你去。你若是名字红，我对你名字红；你贪人赶你出境，我应该做某就要对你去。咱伊抱惨伊两个囝，咱买来你会记无？带伫巴位去食鸭来讨伊的囝。讨伊囝是啥物啊？讨了个不要紧来讲，我要买，我教阮着一个少年某，特别我这少年某唔爱渐歹大到我。伊讲你若是会找着一个查某囝甲一个路仔，我会甲你大。咱伊一个70呢，果不其然就来甲一个维山达拉来讨伊后生，甲讨伊查啊。你人听你经，有时我讲了我脑问题。你看伊好伊囝，你看伊囝安怎讨？伊讲阿爸，我人去的时啊，阿妈出去讨食，去挂一个桂枝啦，莲花迄个莲藕啦，虾米？阿爸听开我妈转来。伊雨了，伊就是雨了，你看。你带啲面头前，你看你去食再讲这两个是伊囝啦，你看，囝要离开爸，唔敢离开。你看带啲爸面前，伊举一个电脑个有咧刺啊，无抠掉伊毛，你来这电脑你若是看带啲爸位啊，甲了是刺，伊抠掉咧毛了，把你才是电脑。所以也咧饲的电脑输伊两个家食，你看这看着呢输家食流血，你看着伊囝流血，揽紧阿爸的骹，你看这个囝我好人了，我不应该甲伊拖倒转 ，because 伊是一个菩萨来了，我若好路就好路了，我袂使甲你拖倒转。都本你看伊是一个实达，伊是一个。菩萨看到伊囝流血了囝搁伫求安尼啦，你看伊伊起的心，拉萨要去买好一个囝，特别讲啊，我今日若嘴讲讲好，我就好了。后头伊看到伊囝流血，伊袂做伴。你看伊买来一个囝伫走的时，你看，佮走转跋倒，过来讨，伊 still 佮甘愿好。好了，确定不要紧，看暗暝你来看。暗暝伊某来，伊某托我的囝走路，
伊讲袂出，讲我互人了。了你看伊某吐直直问讲，大人互我知我囝个大陆，到尾来半暝行到正10支手，尾来伊才讲，看到伊某失落毋知人，了伊才讲啊，我互人了。哎呀，你互人咗你莫讲，伊讲我讲袂出话，所以你看伊伫做安尼，了讲了即就即一情景啊。是正正佛教的点声，本是伊阿爸是正正即个阿爸对吧？咱即个某本是即个是即个某，即某摊啊，伊伫做是达道太祖伊名耶稣哈拉，即耶稣哈拉，了伊囝本是即大宝囝，拉胡拉本是伊囝来，查某毋是查某是乌巴拉瓦纳，乌巴拉瓦纳是摊来伫做。出家了，伊谈就觉悟了。一个有巴拉瓦那是正正一个离歌，第二个离歌，行动力第一大个。所以讲也无伊会三达拉story，互伊人拢种的人听。按佛教点是后头讲了这条经，本是落一个安尼款的雨，安尼雨有红色的，安尼有人爱淡伊淡，有人毋使淡伊无淡。所以佛教是大人看了信力真正强。马在早起呢，这个佛经的在来去在啊，王未去请伊，所以去讨食。特别讨食了，人讲哎呀，这个是达道太祖去讨食一间一间讨。咱你看伊阿爸安怎做，走去找伊囝，安怎你来做啥去食啊？伫讨食，伫一间一间去讨食。咱你看布达安怎讲，伊囝安怎讲？伊讲阿爸。佛教的点声是我伫做太子，我是平常人。今日我是佛来了，我的工是要去甲人讨食，因为无人请我，我就去讨食。伊讲我袂使，所以常常拖伊囝转去食。佛教的点声，伊去伫阿爸位去讨食。伊去讨食的时，食饱了后了，你知阿爸讲话甲囝了，阿爸才讲。佛世尊，佛伊毋敢叫，了，毋敢叫讲惊了。佛世尊，你伫受苦到伫巴的点声，6年你伫病伫巴，你纯皮包骨，你叫啊，你受咧苦是皮包骨，然后啊，上摆你无喘气，掂了，红光几下的红光暗暝来找我，你囝大伫巴伫受刑，受甲死了。红光阮看做伊死了，因为虾米事啊？一日食一头姜会倒水尔。你人想话一头姜的咧，无听这头姜，毋知是第2spun啦，第5spun你无讲，一头姜会倒水。安尼伊烧安尼刑啊，上摆伊讲你知无？我若是摸着我的腹肚，我摸着我的脚趾骨、肋骨，安尼我若是用手扫我的肉，我的皮甲了露出来。安尼你看我的面啊！烟皮包一块骨安尼个了，我受安尼苦，到未当限尾来，我倒落去直直毋知人，上摆喘规本看无，翁公看着看无，翁公来去讲互伊爸听，你囝死了，你囝要趁这个觉悟无趁死了，咱佛则问，你相信无王的王？咱伊阿爸讲，我无相信。这个翁公来讲你死，我无相信。咱佛则讲是真正好，你无相信。因为啊，这道本你无相信，前下久我本修前下久我本是安尼。人讲虾米物件，你真正若是知讲安尼啊，你无相信就是无相信。所以伊爸则问讲，安怎前下久我本无相信？所以伊爸则讲一条故事。伊讲你知无啊？早几若14前的事啊，我出世做一个强人的囡仔，你是一个王，你是一个 Brahmin 是婆罗门的人，你互我去学功夫，甲就是特斯拉的名义，一个强人伫教我，这强人教我的时啊，他们学生400-500个学生。了我本去他们去学功夫，特别有一日，我的先生会囝点无点死，就死了后就知了，这学生500个本啼哭，了你先生本啼哭，某拢总啼哭。这咱的菩萨，佛教的是做菩萨，伊名达玛巴拉，达玛巴拉讲啊，伊无好，达人好，伊一个无好，咱做调节好事了啊。
逐人讲，哎呀，真正可惜，一个囝安尼离开了，无权有半项。And then 逐人就讲啊，哎呀，逐个好。And then 逐人问讲，问这个菩萨。按照你一人无好，伊讲虾米通好？我人的家庭啊，毋捌少年死，这个囡仔安尼少年啊就死。了，伊先生讲，有影咧家庭无半人死，少年。伊讲我人的家庭啊，7代了毋捌少年死，逐人食较老才死。And then 伊先生讲，安怎安尼来咯？伊个家庭安怎安尼来咯？所以真生甲伊讲，有影无安尼？伊讲有影，你毋是你去探听看。所以一日个先生调治安怎做，讲互伊听讲，我要去行，我有淡薄工课，了我无伫你头教这学生。所以一个咱的菩萨教这学生，而这个先生安怎做？伊去买这个腰骨，死了的腰骨，烤甲白，水包一包下一白，了直去到几若百几条。啊！再去到这个所在，伊问人话，这个南啊巴拉也巴有无？人讲有啊，大伫遐边。咱伊去到遐边啊，去到遐边的时候，遐边的人讲哦，这个南啊巴拉的先生来啊，逐人指接了啊，礼貌甲伊好事了啊。这个先生讲啊，你囝南啊巴拉死了。逐人若是听讲囝死啊，逐人会就请囝，搭尾即个就听讲会囝死，伊笑哈哈哈哈！安怎你会讲我会囝死？我会囝袂死诶！啊，这人讲，安怎你讲你囝袂死？现在这个骨头来倒个骨头出来，咱 still 安尼后，伊爸看到这个骨头，伊讲这个骨头毋是我会囝，我会囝袂早死诶，我会囝定定要食甲老，连买来啊！伊看了，伊骗袂过了，伊本笑个，哈哈！安怎你本安尼来咯？这个骨头的面前你讲莫相信。伊讲啊，因为我人的家庭啊，7代了无一个人少年死。And then 到若是安尼，这先生讲，你讲互我听，虾米事你安尼明白讲你人的家庭袂失败，袂讲少年死。And then 伊讲啊。因为我人的这个家庭的7代了，我人对宗旨是啥物啊？我人所行的物件，我人 righteousness 中直无偏话，恶的物件我人莫做。头一项，第二项，有的人真正好，有的人真正无好。好的我本要知，无好的我本唔知。好的我要对，无好的我禁迄角。第二项，第三项。我人若是讲哦，人互我人物件，几粒我讲够了，满足心。我人若是讲啊，你互人物件，我真正大量爱互人。第四项我人啊，这 Brahmin 啊，这出家人啦，这婆罗门的人啊，这过路客也是乞食，拢总啊，若是来到我人的厝，我人定着好食饭甲水，拢总照到。咱第5项，别人的无惊，我人无对，我人无去创治，无去人。And then 啊，我人的查某人本是中直，伊人毋捌讲做错事。第6项，我人的囝儿啊，逐个读册，惊到要教伊教甲伊咬。And then 伊人的经逐项要真知要晓念。第7项，我人日暝所做的物件是希望讲，我人死了，也是我的囝死了，也是我的祖仔死，也是我的小妹，也是我的姊，我的阿弟，我的阿哥，拢总我人所做的物件，爱讲要去天顶的。咱第8项，因为我毋是我人的人俩，因为来做工就讲啦，是我的故里啊，servants啊，查甫本好。我人教伊人直做好，因为人做好不得讲，伊细心。你今日若是做好啊，无人会做你。所以真正侪有的人啊，甲我讲是安怎，毋知是人做我无光头无虾米无。我讲啊，你第一好是啥物啊？你人教你5届，你5届10分的千机，无人会做你，虾米鬼本毋敢话你。所以伊讲 righteousness saves him， 就是若是中直啊，即个啦求伊 righteousness brings him happiness。这个人若是中直，伊所做的物件是真正快乐的物件，听着互伊快乐，互伊欢喜的。Righteousness is a boon， boon 是啥？一个功德。啊，你所爱虾米，你所会趁。
你若是无这个本，无这个功德，你未谈 righteousness saves the righteous。一个人咧忠忠直直，伊去到了本是达人对伊忠忠直直，像甲一个人有野火线，甲伊若野火线，这雨本未压，虾米本未做伊。所以讲我人对紧安尼宗旨，所以我人期待，我人未讲啊有人来我的囝儿迫害我啦。所以嘛，我再讲他那是真少物件。咱这安尼了啊，就不得讲一条经落去了啊。咱的一个伊阿爸，甲伊的一个契嘛，你知伊啊王有两个某，一个某是伊叫做Queen Maya 生伊7日后了，伊就离开世间。达咧父本是上，听着嘛生伊过了7日，伊就死。虾米时伊就死？因为这个生家大。生过活了啊，伊袂讲佫生个别个后生啊走啊袂了，伊定着要离开世间。and 出世啲叫做倒数天都是大海文。and then 伊个契嘛，Mahapajapati 就是虾米啊？可以令饲这个太子，饲这个悉达多太子，饲到未来伊谈只工。and 呢 Mahapajapati 生了一个罗汉 ，and 佛教是伊阿爸。谈了3个罗汉，因为伊听经了后，就安尼伊谈1个2个，后头听这个叫做达玛巴拉的经，伊谈了3个，3个了佛吃饱了后，较济是若是咬的人啊，逐个请这回上去，伊若是咬的人啊，伊人摕这回上的肉，伊人去洗了去吃，所以这边本是上，伊人请佛来伫这王宫，等。王宫了，人摕伊肉去洗清气了后，互到佛。了佛要去的时呢，伊拿这个肉互到伊的叫做本是算阿弟来，但比无像嘛，Mahapajapati的囝来，伊名难达，互到难达认了佛直直行，要转去伊爸的位，伊爸伊大弟尼罗达的位，所以这难达对紧。难道是阿弟来，但比无像嘛？直直对紧，直直行。伊个意思是想讲啊，要行到这了，若是佛握手来，伊要举互佛，但比佛无握手，直直行，了这个大波难道直直对，但比伫对点啥？伊过着伊个 girlfriend 的厝，and girlfriend 的厝大伫窗啊，开着门看着伊个 boyfriend 伫对佛啊。伊本是心肝切者，睇你对落去，但是伊去出家安怎做啊？伊讲，看咩对来，所以这句话，看咩对来啊，咬啲个麦，这边有人来看，你这边修行的点啥？小看的物件会感动着你。then 这个直直对，常常听着咧查某声，看咩对来，有哪行，有哪唔敢。的士的阿哥，安尼直直行到遐边啊，安那佛滑头界，难道你爱做回笑无？你讲是佛看到这个人是成4个罗汉的人，特别心里爱咧查某，看咩对来，这边我要讲唔敢讲袂讲爱，你讲是有这个心了爱，哪使要讲要出啊，说讲袂出，讲我卖讲爱。爱水啊，佛可以做回人。我是请假设做的时候，我那看咩对来，点调诶。他正你看伊要借钱的点声，咸了的点声，看咩对来，想到我离开世间啦，本是想啊，心爱走，特别想到伊顾啊，伊饲我对来爱食热有热，爱食冷有冷。虾米不如？所以这个物件直直人路，你安尼戆呆，大伫厝食4顿，看那你食1顿。了你看伊逐个做，你咪来讲啊，我爱较热的啦。OK， 督一开爱做啊咯。所以这个是伊做的物件，即感动着我安尼。所以今日你看这个查某，看咩对来，白借钱就是白借钱，咱未来你再安怎做？未来一日啦，伊是讲我未借钱，虾米事你未借钱？佛在，伊唔免讲，了佛讲，
难道爱无来看仙女无？爱惊我带你去，我未去啊！仙女就要飞，不要紧，我用我的力带你。所以这带这难道去天顶看？伊个人就是约会的人，别个是把你这边教演，把你啲上界嘅舞嘅声安尼游过安尼水。一看，大啲半路时看到一只蠓鸡，然后你看伊看到只蠓鸡的时，安怎做？佢讲，难道你看到一只蠓鸡无？有，安尼就好了。莫讲假话，他顶去看仙女的时啊，天公来500个仙女来，天公甲不达伫讲话，伊个目睭直直开，直直看头甲尾头壳安尼水，像人讲三色全部骨头俩，咻咻咻咻，哇，真正水！看个人脚尾安怎擦，安怎水，安怎游，安怎样？咱不达大伫边仔在，即个人啊无，我人伫讲话，伊就无拍插，伊点点伫看仙女呢。所以佢讲，难道水无？哎呀，真正水咯！评价你的 girlfriend 来讲，我的 girlfriend 成个大猫一只蠓鸡啊呢呀！所以这边都看不到看到，咱买来啊。难道伊无叫阿难道，伊是难道呢？难道，你做会小好好，你会谈500个仙女，有影啦！我时阵咁样行来落去，要随时要落去坐仙了，虾米时要坐仙？对塔，and then 佛教就讲互别个会小听，别个会小有时笑，像萨利布达蒙格拉那笑。难道差不多要搞仙女的位了未？所以买来伊见笑，了后啊，哦，伊直直拼坐仙，噗，伊弹了4个罗汉，连伊个 girlfriend 来，卖了达摩咯，不对，达摩咯，无弹了。所以这边你看难道安尼啊，伊有福气，伊跳出苦海，买来伊这查某本是跳出苦海，咱你知无伊伫做是达到太祖的点声，伊有一个某名说耶稣哈啦，一个查某啊，真正得道的人，真心啊，伊前下久拄着一个认定佛的点声，伊下愿讲，佛世尊，后过我要升上甲愈安尼，我要谈到三鸟三菩提，这个认定佛看了讲，4000几劫后你会谈，then 就安尼样，过一个查某，佛自己本下愿。后过这个人若是做菩萨，我本要做业报来打这个苦，这耶稣哈拉本是安尼，今日本是来，and then 你知啊，伊就走出街你会记无？伊半暝走，你半暝走，头一个以上要去解伊开个门看伊某水后未到，and 伊看这个某手啊，伊这个有伊个镜本有滴，你看伊镜看着镜甲看着嘛。特别想要去讲的，大部人听讲 goodbye， 我要出家。你想伊敢讲无？别讲。到了一个查某讲，你要走了，我 goodbye to you，I'm going away。别讲就是别讲，所以啊，伊无讲，伊看。等伊买来啊，笑是笑，伊讲啊，今日我要出家，要找一条路，来脱离生老病死。后过我倒转来是要看成咯。特别这查某唔知伊是想安尼，所以看了伊走。咱耶稣哈拉就想讲啊，我无做虾米事伊走离开，放下我一个。所以人讲 the bride， 伊个垃圾无爽，讲我大部人离开我。一个查某有诶无明白啊，伊想讲啊，我大部人离开我，就是讲伊卖我，无影卖我诶，心真正爱，特别一个苦要拖路诶。这苦就是讲，你神经色，你把你才会走，才拖，才走出来。所以有当时安尼，所以买来啊，这个查某想啥物啊？若是讲伊有影啊，再讲我好啊，应该伊来看我不应该看伊。所以你看这个查某啊，无出来，达人出来，伊无出来，伊住伫房间。and then 佛观看，拢种人来。安怎这耶稣哈拉无来 ，and then 伊知哦，伊个 bride 伊有一个点下一个五有伫这边，所以讲哦，阿难达萨利布达，伊讲哦萨利布达阿袂，伊讲哦萨利布达甲目犍连，行咱来去看耶稣哈拉 ，and then 伊本知
讲这个查某啊太小伊啊，常叫会动脚动手，所以就行入去啊，所以你不打感冒个咱啊大伫后尾。特别这查某就看到这个血入个房间啦，随啦，伊目睭流出来，安尼揽紧咧血个脚。揽紧了直直吼。这个就是啥讲啊？再讲啊，伊今日会打到伫这边啊，就是正，伊甲我什么时有情，但比这个情无像，伊唔知。啊，对伊吼甲9日，人讲伊气出甲了啊，伊把你才知讲，哎呀，要安尼错啦，去揽紧个脚，去知啊，伊要揽紧啊，所以你不打咁忙个，咱啊想要来动，伊袂使动，但比。不但讲唔通去做伊，可以去吼到，反正我讲三摆8阿弟，所以吼甲甜了，伊买来才在车了，这王们对来，这王讲，哎呀，我的新妇啊，真正好，无当初安尼款的某，伊讲你 XY 话真正好，你知无？伊听讲你大伫巴位，自己食一顿，伊这边本食一顿。伊听讲你穿婚纱，伊本搭去穿婚纱。伊听讲你困伫西装骹，伊摊啊厝一个手，你大伫涂骹，地男肉甲拢总买。安尼伊看你安怎做，伊对安尼款的咯。安你知无？真正济人来讨要交因伊，搭咧伊买。安尼负责讲，伊毋是摊咱来只笑话，真较久伊笑话，本是安尼样，咱。未来伊才讲这条故事，这条故事今仔日，这今仔日啊未讲，我要讲人听。你人若是去这个困苦的所在，你去看有一个大伫外面啊，有一个鸟，特别头壳是人，知无？头壳是人，将古是一只鸟，这个是叫今仔日，若是查甫是今仔日，若是查某是今仔日。伊人写一号的仙女来，特别这个仙女啊，人看会到，伊人大的所在，人有达高的所在，伊卖来，伊人大伫这起码咧大山，伊人渐大迄边。伊讲有一时啊，我就是做囡仔啦，我这个耶稣哈啦，就是做囡仔哩，这囡仔哩名做真的，伊人两人真正亲。特别有一日啊，这山的顶面啊，因为较下水，这个路的离开迄边的所在，落来伫人的所在，咱伫找食，伫看伫流蛇，咱看着流蛇有一个王点无点啊，伊本大伫巴位，咱看着这路的线路安尼水啊，咱看着咧查某线路安怎安尼水，咱举射钱射这个查甫。意思是要掠这查某要来摕来做某，你看伊只做这查甫死了后，你看这查某再讲是这个人做，你看着伊流血，你看伊吼真正忝，你讲啊，今日啊无代无事无虾米，今日你来做我查甫人，你互我一个苦，你后过本事就担一个苦，所以大吼，这个人讲。你唔使惊，你查甫人无了，我通常要爱你做我的某。你看，伊讲这今仔日安怎讲？你若是我要做你的某，这句话你唔通讲去做一个。无咱你娶我啊，我甘愿自杀死，我无对你去。所以讲，你看伊个人是真正忠忠直直，即是即，孬是孬，伊交缘你就是交缘你，别人要来摕伊做某，伊无。所以讲，看一个查某是真正忠忠直直，所以搞到安尼了啊，这个就是也这真啊，这个今仔日的故事，伊讲了啊，佛教的点声啊，伊这王再讲伊袂谈这查某，这王走了就这仙女，这仙女大吼大叫天叫地，because 伊人两人一路来是。菩萨来，这个查甫是菩萨，这查某真正忠忠直直，所以吼天公随啊落来，落来是安怎做？救这个查甫，救这查甫了说，这查甫活到短，把你来离开，咱天公才甲伊讲，后过年你人唔通离开这个所在，
人打交的所在。所以若是讲唔知路人若是有去喜马拉雅矛盾，若是讲会看到这个线路，就是讲 very unusual。所以过了后，有一日啊，第7日后的点声，耶稣哈啦王请就佛到伫到伫这个王宫。这耶稣哈啦讲甲伊囝名老虎啦，伊讲囝为囝，一个啦查甫是你阿爸来，去啦去甲伊讨你业产，啥囝去讨家伙甲阿爸啦。伊讲原来是你要做王了，贪啊你甲伊讨业产，伊人看到这个佛啊，伊若是卖虾米业产，虾米本有。咱你去讨的时啊，你看伊叫伊囝去讨甲爸爸，你看伊伫古田，伊去到伊阿爸，伊无叫阿爸，伊叫欧梦，回声。伊本咧白样啊，我看到咧白样，我真正欢喜。最近直金条的甲细看，and then 啊，好啊咧家伙，and then 佛观看，我要互伊虾米家伙？我若互伊家伙地啦、园啦、田啦，虾米无用，因为这世间的物件，你人有啥好看，拢总是照用。今日到了一个人得伊好业在这边呢，伊要死又走虾米去，拢总伊放弃，无一项伊走去。所以讲啊，我的囝他哪来甲我讨业产，我要互伊虾米家伙？所以想来想去，虾米家伙本无路用，第一好的家伙是啥物？仙路，所以叫萨利布达，看成老虎啦做回向，头一个沙弥就是掠伊囝来做回向，在做回向了后了啊，穿了家私未透了，伊讲不跳，他们走来虾米啊？伊讲慢地。你头一项啊，你出家啊，想要多啲刮我心肝呢。第二项啊，难道把这要来做王，好你掠来做和尚，过一支多刮我的心肝。今日我的孙后辈本要来做王，你本掠来做和尚，所以讲啊，真正歹命，想要3支多啲刮我的心肝，来看下我讨。好势做，见人要来讨出家做的时候，你就叫伊问话，阿爸阿妈有可能无？所以今日你看，真正一人要做和尚，我头小甲伊讲，就互你灵要来讨做和尚。所以这个达人，你若是细汉要做和尚，我定着要问你，就叫你来做，还是人压迫你做？所以这个物件，不到就讲啊。达人要做和尚，定着就要讨灵甲阿爸阿妈。你若是家己走袂使，特别我走的时，我无阿爸无阿妈了，所以我要去安怎解脱啊？我走啦。了我若是人骂我讲，你真正无巴度。你爱伊的时，你讲我爱伊；你要走的时，你甲伊讨灵无？所以我甲伊讲啊，伊本不但唔敢讲甲耶稣哈啦。了我自己啊，我本无讨灵。无讨灵面就走，所以这边我讲互你听，教甲这边，我落来我要讲过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啥物？本是大致杀间的派，这杀间的派有一个所在，有一个主妇啊，是一个人，这里是真正好业甲什么有看亲像甲相平的王，and then 伊这个男的就是阿努鲁达甲伊阿哥名马哈南嘛。你若要听这个故事，安努鲁达甲马哈达我听他讲了听。古早有一个人啊，真正巧做菜园，特别人真正好，真正重直，大日的good。咱大日啊，伊毋捌拄着和尚，有一日啊，伊有拄着和尚，特别拄着和尚，伊无半项通食。咱一日点无点，伊拄好伊举一盘的三倍。饭甲三倍，要去伫巴要食。咱你看到一个和尚，伊讲，哎，今日机会真正好，我有鸟有食，我有和尚。咱伊卡保施，伊保施的点啥？古早人伊要保施，伊人讨咋，无像咱摊啊大点讨，考虑古早人啊，慢地，我这时真正巧啊！
我逐个对佢听，米无，他等糖无，他等高比唔知有高比无啦。这米无糖无，这个无迄个无，达项无。今日我保持这个功德，互我导龙啊，去大陆，我莫听一句无啦。这个和尚接受讲好，互你成功。这个这个人保持的来出世做安努鲁达阿弟，这个阿弟面上伊来出世。actually 是血的亲情来叫做结拜兄弟来。then 就伊人白白太祖甲太祖在好家人甲好家人的话着。then until 我来了就我这个来今日来出世做安努鲁达啊，伊个好家甲三拜伊人啊，唔知讲比半啲大陆来，有个人讲半啲咩啊，开了水桶有真係有半，有个讲嘛針啦。特別唔知講蝦米是無，所以逐個人愛囡仔愛佚佗外國哩，就佚佗外國哩了輸了就發啊，你輸叫阿媽摕淡薄粿來，所以叫伊老仔去甲阿媽摕一盤粿來，了個食這粿了又個佚佗個輸個就去叫去摕粿來，第三道佚佗輸了，個去摕，伊媽講啊。無過了啦，咱你講啊，無過了叫阿媽無過本愛，伊想往一回過叫做無過，所以叫無過來啦。咱安怎做啊？這個老師講啊，伊講無過本愛啊，操嘛老外囝無過本愛，咱安怎做啊？伊要帶伊囝仔安怎做？伊夾一個金的碗，空摳摕一個白布冚，了儲一個銅盤，搖來看啦，這個是叫做無過啦。你開起來無半項，特別唔對正下句係員講，我唔愛聽一句無鬼，所以就去到地天公安怎做，放天頂嘅鬼喺啲頂面，他等開起來只看嘅時候，逐人看到哇，安尼芳安尼好食燒腸，就食到這個鬼了，伊走轉去甲阿媽講，阿媽你無使用我。呀，安怎你敢講我無使用你是個個一個我笑你甲半死，安怎你講安尼話？你若是會有影笑我，你逐日做無過互我食，所以這個人就是伊嘛知講，這個是天予的囝，所以逐過下一個碗金的碗，冚一個白布，這個是我的囝食，伊就講我的囝食，普天的鬼甲了來。甲尾來伊出家，這個無了，所以這是安努魯達來出世做阿哩，今日做阿哥，這個阿哥是馬哈南嘛，這阿哥點講，咱這個殺奸的人啊，一個出家，你看這個家庭，一個出家，這個家庭，一個出家，這個家庭，這個出家，咱的家庭兩個人無半人出家。安怎做啊？這安努魯達就好命過頭，伊講我唔愛出家啦，你出家啦，伊叫伊哥出家。咱伊哥講啊，若是無安尼用啦，你看好好。咱伊尾來安怎做啊？正時你講啊，伊講若是安尼要出家，你就想好，你若是啊，伊尾來伊講啊，無你去出家啦，伊叫伊哥出家。咱你講啊，出家甲無出家佇倒落？伊講我若是出家，我睇哪要出家，你就要顧家庭。你講我若是你出家，我顧家庭，我就要做蝦米啊？你聽好看。到你若是要出家啊，你就要做真正一項。蝦米真正一項？頭一項，你產就要離產，離產了你就要壓米子，壓嚟切了後，你要透嘅水，上濟水嘅。長的死，你透的水去夾，然後安怎做？到無水你就天。第四項你就拖草，第五項切色你就要刮，第六項刮了你就拔一擺你要削了你要trash經，草還草，切還切，然後你拔一擺，然後你就要開搭背了你就要燒。燒晒係舊年燒了，你聽緊明年嗰就要做安尼，然後過一年嗰就做安尼，過一年做，我做緊就做緊十萬律師，哎呀，你個家庭我買哦，我俾出家哦，所以計講啊，我買落
你来讲价钱，我来出价。所以讨价的嘛讲，我要出价啦。我看这个啊，政策啊，真正凄惨，我买啊，一行过一行，一行过一行，做干了，无通迄串，明年来了，我就做个明年，过一年我就做个3百，我死我买，我知，我要出价。到伊要出价了，安怎做啊？伊就讲啦，伊嘛笑伊嘛讲囝，你若要出价，我真正无赞成。你虾米算啊？伊大的所在啊，3个红毛楼，一间红毛楼落雨天伊大，一间红毛楼是热天伊大，一间红毛楼是这冷天热天大，冷天大，像啊咱的是达到台州的呢，真正好命。你会记啊？伊唔免讲有听这句无的。尾来呢就啊，伊要出价，再出价了，伊嘛讲啊，到你来要出价呢，我袂使互你。特别你有一个朋友，伊是王来，伊个名是巴迪亚。你讨价的朋友啊，伊是王，伊若是出价，你会使出价。because 巴迪亚甲伊亲情来，这巴迪亚是做王，伊马上讲，伊做王，马上伊会出价。所以就这个囡仔就安怎做，伊走去找咧王，伊讲王的王，你出价好无？王讲啊，我莫出价咯。我睇下啲做我乜嘢要出價，你出價啦，大郎啦，冚咩啦？係咪數你等逼我出價？你我嘛講你出價，伊咪就要出價。所以講，你昂講好啦，你嚟嗌我出價，7年我就出價，過咗7年。哎呦，7年坎坷啦！7年搞啊，未來7月日，未來7日，after 7日了伊停台，after 7日了伊出價。你叫伊出價，就唔是啊？有7個人對伊出價，這個就是巴迪亞一個，安努魯達一個，阿南達來了，阿南達來，巴古一個，金比拉一個，第6個是德瓦達達，佢查某人嘅阿哥無相買，嗰一個是烏巴里是假頭毛嘅，這個7個攏總去出價，嗱，這烏巴里呢？伊这6個要出價，特別叫有巴里路撥我人進去還到對，特別這有巴里驚，我若是摕這個物件，伊人無那就會做我死 ，because 我這個了出價，他哋伊人念我來睇，所以有巴里本拖出價，要來出價就唔係這有巴里先頭先做，因為伊人這個殺奸的謀殺真大嘅，所以安怎做？伊講啊。荷咱的爸爸，荷咱的这个家頭毛人做頭，了咱做嘢事，所以咱來看到咱有禮貌。所以這邊伊就是未來啊，這個安努魯達甲安努魯達出嘅幫嘅過佇這邊。then 呢，只會點聲，看下我要講就是叫無點聲了。這個急國度灣船長，這是好家人嚟，這個好家人你聽福建嘅在來啊，你看達條經啊。我人大概愛念Ewang me sutang ekang samayang bagawa sawatiyang viharati jetavane anatta pindika sa arame anatta pindika sa khie am 大概這經大概愛講這條經，這個人未來安怎樣接來出家做的時候，後禮拜我才刷落，如果刷睇下刷落去，就要 at least 4個字。所以你過來了無頭無尾，所以到這邊就是我到這邊為止差不多1點鐘了，所以這邊啊後禮拜我才講安那得邊你家伊安怎來買地來起案，了安怎伊來接受乎這個後禮拜，所以到這邊為止啊，所有人啊對我啦，一當me nyatinang hutu sukitang hontunya tayo idang me nyatinang hutu Sukitang hontunya tayo, idang me nyatinang hutu. Sukitang hontunya tayo. Dia angkong sinbeng. Ita wakta caam 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i dewa, sabi satta, sabi buta. Anu madantu, sabi sampati siddhya. Sadu, sadu. Baw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สัพพบุด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โสธิภวันตุเตภ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ทวตา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โสธิภวันตุเตภ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ทวตา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โสธิภวันตุเตลองจงเป็นงานสาธุสาธุสาธุอุปยอุปเสกการที่สีจะเลยพูดเล็กสู้เตเปจีนะอันนั้นการที่ว่าไปกองตุสีกังพูดอุติเสกันในจำเสียหน่อยหลังจินจะชุดหยาปอสียังเกี่ยวปอสีองอันจะเลยสีจ่าบ่เวสากักแต่เวสากักเองเก่งว่าจิงหากูไปกองหนอเดียวนอติดหลังเทียขวาอันจ้าจะได้จับบ่อันในชุดเมียอันอีสีจับบ่ปอสีอองไหลตาปอนี่จะเลยอันจะเลยตุสีเกี่ยวกิบก็ต่อวันนะต่อที่หุ่นยาวหุ่นไอจำเสียอีสีตัวที่เกี่ยวจะเสียวีกอกแฮมเบงไอวีอันนี้ตัวที่เสียวีกอกแฮมเบงอ่ะอีทองตาปอสีอองอ่ะอีเตอีชุดเมียอันอีเท่าที่กูยาวหุ่นนะที่ทวนเก่าไอจำเสียอีที่ทวนเก่งไอ้จำเสียตากุยใช้ที่ทวนเก่งไอ้จำเสียเฉลยตาปออีเฉลยกิบก็ต่อวันนะตากุยพูดกองเก่งสิตัวที่เย่อัม所以路人看我人会驚特鬼這個南轉會驚特鬼聲咩？เอวังเมสุตังเอกังสมัยังบากวาสาวัตยังวิหารติเจตวันเนี่ยอนัตตปินดิกาสะอนัตตปินดิกาคิดก็ต่อวันขี้อัมพุทธตะเกยกองจิตเจ้าเก่ง所以我這裡จิตเจ้าเก่ง這裡หลังขี้這裡อัมจินจะชุดเมียอันสัมไปอีชุดเมียก็สัมไปอีอุจิกุยสัมไปยันจวนโจเยชูสินบุญกองอีรู้จำที่ปอซีรู้บุษยกองเหลาตำบุจะ唔通講開個了，所以看伊家關伊出行出去。所以聽我咪講這，聽頭我聽他講嚟聽，安怎這個人會來的這邊？佢哋點先啊？佢就是頭一年伊開挖沙，啲就這高沙嘅界，當中嘅會像是大啲長卡，有時大啲手長卡位，有時大啲大巴。有時這個巴肚那是拖出來的山位拖出來巴肚會底伊人大，咱有當時這山坑有這山坑伊人本地大，有當時這個山坑有按照樣來落各樣的物件，伊人甲了去大點名，無通大厝，攏總是啲安尼啲流啲看。無這個所在通大，and then 你看有一個好嘅人大啲這個拉加哈，伊看到這個出家人真一得道，伊人安怎行，伊人頭刺，and then 你看伊人去到路，伊人想講無挖來無挖去，and then 看了達個回想，安尼莊嚴所以每隻回想，我看路人無大厝，我想要去。厝囝互路人大會使賣，然後就會回想講互一個好嘅人聽，哎呀，佛無講叫我人會使大厝。你講假如若是賣你每款佛會使賣，若是我一個有類人啦，我要起厝囝互人大會使賣，然後回想去問佛時陣有一個好嘅人要起厝囝，然後佛講。那是人要起厝囝下，啲安尼呢，即係講下呢，即係好嘅人起60間嘅厝囝安尼，像古地安尼，互人大。安尼就國家嘅人先呢，伊若是做啥物勞作了伊要啥做勞作者，請佛甲即係回想，然後是講來送即個厝囝落去，伊啲大無用像馬仔伊要送即個60間嘅厝囝。伊啲大無用，伊好嘅人伊厝內規日規啊，早起你知好叫會點聲，回想有了幾若百個，這幾若百個了就安怎做？伊
伊大无闲，大伫煮食，伊阿三啦，伊姑哩啦，伊虾米拢总规日点点伫做。伊比讲妈才要大请，伊有一个啥讲，伊查某人也过啊，啥叫做舅安尼，伊舅啊，大伫别个所在，别个所在啊，就是大伫社会国，点点来伊个厝，来这福建人个厝，这福建人大个厝是大伫拉加加哈，咱来伊个厝个时。伊看伊哇，伊即个门晒，安尼厝安尼老热，伊逐过看，跟伊来伊个即个伊个小妹个厝啊，伊个大埔人甲伊个某真正注意甲伊讲话，款待伊真正好。按照今日来啊，逐日真正无闲，大做甲安尼，了上啊无点声甲伊讲话，所以这吸骨头丸就问讲，虾米事我逐过来，毋捌看到女人安尼流热。三摆你要甲我讲话，阮无通讲话。到底女人是做虾米流热？无听到你交因囝是无？还是你要娶新妇是无？还是你要请王来是无？然后伊讲无，无了你伫做甲安尼流热。伊讲今日呢我人要做流热，妈才要请佛来。这吸骨头丸啊，伊是几若百世个人啊，点点伫布施做好，布施做好啊，所以啊，伊这吸骨头丸就听到即句佛尔，伊上甲垃圾感动着心。讲，你讲虾米？你嘛才要请一句？伊讲我要请佛，虾米名？是佛是无？伊讲是。再听到即个佛啊，伊讲伊个心啊 joy 乐发起来。伊讲即句名，即个佛啊，我毋捌听到，安尼久我嘛咧想垃圾听到即个佛啊，是真正做我的心真正高热圆满欢喜个安尼。了就安尼讲，我会使去看佛无？然后伊讲，今日呢我伫做流热，明仔伊来的时你才看伊啦。了这吸骨头丸就 OK 啦，先你听叫我毋使去看。我无去看啦，所以住伫个房间伫下床伫困。特别好一暝规暝，伊点点袂困，因为即点的声讲不大感动着伊心啊！伊真正热心要去看即个佛。半暝伊起来2-3斗，就起来看，知讲还袂到点声，到甲一个半暝啊！真正半暝了，伊醒起来啊，伊袂困了，伊生就要去看。到去到这呢时啊，伊出来，这福建人就知要出大门，要出来这个大城门啊，这出来城门的点声啊，伊看到拢总暗个了啊。头去的是欢喜要去，到暗的时啊，伊煞会惊了直行，特别心直行，特别内面要惊。行到一个坎站了后，点无点啊，一个红公讲互伊听 ，Go forward， 过去。这个就是讲啊，伊前下久点伫布施了啊，这个因果要识，啥讲教咧点声，这个因果要识，叫伊直行。And then 佢叫写这个红公名，是我家的话，这是我家的话讲，咁。叫伊讲去 go forward， 伊只去了啊，伊看到较光，这只较光了的时候，伊只心肝较清，只清呢，actually 佛本在讲教一个点声，一个人福气教，所以佛大伫遐边伫天台伫行来甲行。